这个呢，这么
自到宋朝以来，枪战不平，永绝天1200余亩。他还借口在苏州建造宋的天书，同天不足，正如名酒东居，害得不幸，不能跟众相率，逃亡害友。他
你这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呀！怎么？你问问他做的谁家的巡案？对，我问问你，你做的是谁家的巡案？本院做的朝廷巡案。怎么？你再问问他，这朝廷又是谁家的？对，我再问问你，这朝廷又是谁家的呢？我还告诉你说，这朝廷就是我们武家的。你既然做了我们武家的官儿，就得为我们武家办事。你只好。本院宗旨虽然江南，上分朝廷办事，下与完美分忧。你一朝服侍，天涯和谐，念在你不份上，本院对你有勇在三地。只有不听，今日此刁蛮放肆，哪里有胆？容得容不得，你又能怎么样呢？谢巡案，你这个巡案是我们武家让你当的，让你当你才能当，不让你当啊，你就得给我滚开！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身上自摸上方宝剑，主有非法之人，休不得。朕那
我手，何况是你？让平时我让人共藏去见，全体臣我让人教孙白玉见。那有青天火，浑
要还，你